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歡迎嚟到門前直樹嘅頻道。啱聽啱睇嘅朋友記得分享、點讚、留言、訂閱，仲有記得撳埋個鐘仔。琴日即係3月16號，大約下晝2點鐘，喺火炭麗和里同埋瑞和路交界，2名刀手坐套假牌的士到場，喺度埋伏一個姓譚52歲，綽號蝦毛東，曾經係荃灣和姓和嘅人馬，近年過底去14K，跟隨北角肥標，但係活躍喺火炭一帶。差唔多時間，有一名負責睇水嘅男子亦都自己搭車到場，直至下晝大約5點19分，死者行出屋外，刀手相信係收到睇水男子嘅通風報信。光天化日之下，死者隨即俾2個刀手狂斬，浴血街頭，唔夠5秒，刀手跳過欄杆，上咗套假牌的士逃去。死者懷疑因多處刀傷，失血過多，送院搶救後，直至下午6點08分不治，死因有待確認。事後路面留下長長嘅血路同埋血跡斑斑，鮮血亦都濺到附近一間學校嘅圍網同埋石壆，屬於死者嘅拖鞋同埋衣物亦都散落一地，觸目驚心。喺今晚，即係17號，警方已經拘捕咗一對相信係因為同死者因金錢問題而產生嚴重糾紛，繼而策劃今次襲擊事件嘅姓和76歲同47歲，有黑幫和姓和背景嘅父子。另外，負責睇水嘅在逃男子，佢嘅姓陳28歲任職護士女朋友，相信佢喺案發後1小時協助佢嘅男朋友逃到內地，並且誤導警方嘅調查，已經以涉嫌協助罪犯同埋誤導警務人員喺今朝被捕。警方表示，經情報搜集同埋調查之後，相信刀手係匿藏喺旺角亞皆老街建興大廈。今日中午，新界南總區反黑組探員連同大批機動部隊嘅警員去到包圍大廈嘅出入口同埋後巷，着埋防刺背心、戴埋頭盔嘅機動部隊警員手持爆破工具同埋長盾上樓去爆門同埋搜查，暫時未有發現。根據調查，2名兇徒事後坐的士去咗石硤尾落車逃走。較後時間，警方喺觀塘區發現嗰架的士，跟蹤至將軍澳隧道口，將的士截停。至於涉案嘅的士司機身份仍有待調查。17號嘅早上，4個新界南反黑組嘅探員陪同死者嘅胞弟同埋親友前往富山公眾殮房辦理認屍手續，一言不發。我自己就咁睇啦，黑社會斬人就周時有嘅，不過呢就多數都係斬手斬腳，唔係真係想斬死人嘅。反黑組重案組接手調查，就一定要揾人落鑊祭旗，冇得走。未俾人落鑊之前，兇手會走去邊呢？你唔好諗住近近地走返大陸、泰國呢啲就一定係死梗嘅。走去台灣啊，可能會比較安全啲啊，因為台灣呢就反送中嘅，咁睇路啦。好啦，今日講住咁多先，有乜睇法歡迎留言分享，拜拜。